君安老师显已经好，各位加拿大的朋友和国内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由中加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的城市生活系列讲座之白雪阳春。我是今天讲座的主持人赖平。今天呢，也请到了加拿大多伦多粤剧团的露娜团长和我一起共同主持。Hello，大家好。好，今天因为参会的人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会先静音，但是讲座之后呢，会有时间留给大家提问。首先我介绍一下中加文化艺术基金会。中加文化艺术基金会是在加拿大联邦政府注册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以中英文继承、发展和传播文化及艺术知识。基金会推出2个系列的在线讲座，第一呢是城市生活系列讲座，介绍各国在健康、教育、养老、艺术等方面的最新城市生活动态。第2个系列呢是城市研究系列讲座，主要介绍国际城市研究的理论进展以及最新实践案例。讲座的预告信息和影像资料都会发布在基金会的网站，敬请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城市专家侃城市，或者通过哔哩哔哩视频、喜马拉雅音频搜索中加文化艺术基金会。那我们知道，无论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还是文化建设的角度，戏曲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那相比于国剧、京剧的明快刚劲，起源于南方的粤剧以婉约细腻见长，被列为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民间素有第2国剧之称。那今天我们讲座的主题呢，是叫粤韵之美的海外传播和传承。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2位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安琪工作室的创始人王君安老师和陶琪老师，给大家谈一谈如何将粤韵之美传承发展，并且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讲座开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2位老师。王君安老师是国家1级演员，著名的影派小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粤剧影派的代表性传承人，是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王君安老师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多年来以含蓄内敛、朴实隽永的舞台表演风格，以及高音明亮刚劲、低音深沉委婉、刚柔相济的影派唱腔特点，深受广大戏迷观众的喜爱。王君安老师曾获国家文化部文化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1度梅、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等多项国家级和省级奖项。王君安老师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多次受邀于美国各大院校开设讲座。欢迎王君安老师。大家好。谢谢。那下面我介绍陶琪老师。陶琪老师是国家1级演员，著名的原派花旦，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戏剧家协会主席。陶琪老师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是第1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14届白玉兰戏剧主角奖、2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以及首届中国粤剧节10佳演员获得者。陶琪老师近年来与王君安老师联袂打造的粤剧艺术工作室安琪工作室，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粤剧流派艺术、打造经典优秀剧目、从事粤剧创作、演出、研究、教学的专业社团。欢迎陶琪老师。大家好，感谢中加文化艺术基金会的邀请，今天以视频的方式跟大家见面，非常高兴。谢谢。那我先把我的屏幕先停止共享。好，那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啊，人们似乎好像越来越难悠闲自得的静下心来品品一段传统的戏曲。那怎么样才能够吸引更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去真正感悟传统文化魅力，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粤剧呢？所以我想请教一下2位老师。那我先说。好呀，谢谢。我觉得传统文化呢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粤剧是作为传统文化之一，又是中国第二大剧种，有很深的美学意味。我们粤剧的唱腔非常好听，是当前流传最广的剧种，特别是在上海，粤剧有很深的群众基础。我相信我们粤剧只要有好的剧目，能有好的演员，再加上有好的宣传推广，我相信我们肯定有很多年轻人走进剧场来欣赏粤剧。我记得2012年和2018年，我分别排了宋代词人柳永和桃花扇。当我们在全国各地巡演的时候，在剧场里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年轻又有才华的年轻人在剧场里欣赏我们粤剧。其实看到他们，我觉得作为一个戏曲人，真的是挺高兴的。请陶琪讲讲。很好，君安讲得很好。其实吸引年轻观众呢，刚刚君安说了，又要有很多的，我觉得一个是推广和宣传的力度要加大，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好的剧目、好的演员、优秀的团队，呈现好的剧目，那就观众肯定会走进剧场，然后年轻的观众走进剧场以后，他会被吸引。他会喜欢，他会走进戏曲，走进粤剧。还有呢，就是要走进校园，通过校园的这样的一些传播，讲座啊、演出啊这样的等等吧，对年轻的这种大学生这一代也能够吸引到剧场里来。我觉得这个呢，现在很多的就是政府部门也好，或者是很多的院团也好，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就走进院校传播粤剧。谢谢唐老师，谢谢王老师。那其实就像刚才我们介绍的一样，就是我知道二位老师呢是创立了安琪工作室。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安琪工作室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下创立的呢？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一个工作室呢？这个我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安琪工作室呢，是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对中华传统文化是相当重视，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那么南京呢，作为六朝古都，这样的一个省会城市，也当然是有很多的好的政策。那么我们这个安琪工作室呢，是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成立的。那么也是希望就是关掉一下，出来一个屏。希望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名家带领吧，然后更好的来传承粤剧的流派艺术，来那个带着学生把他们很好的成长起来。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创作好的剧目，还有呢就是做更大的来也是宣传这个戏曲文化和粤剧文化吧。那么安琪工作室的成立呢，也是有几个契机啊。一个呢是因为2001年的时候，南京市粤剧团当时想就是传书，参加一个全国的一个大奖，叫舞台优秀保留剧目大奖。那么当时的团里边呢，就邀请到我们君安老师能够到南京来。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已经离开到文岭工作了，那么就是我们2个人一起把这个流传书搬上了舞台。这是第一个契机啊，就是跟君安老师的，我跟君安的缘分就那时候就是延续下来了。那么领导呢当时看了以后也觉得非常的满意，就有了后来把君安引进到南京，就是成立工作室。那么这个工作室呢就是我们2朵梅花奖演员成立的工作室，在全国也不多见的，就是梅花奖演员2个梅花奖演员同时联袂成立的这样的工作室，在全国也不多见。那么可想我们南京市求贤若渴吧，就把君安
请到南京来成立工作室啊，就是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举措，希望就是名家带领，然后推动这个戏曲艺术的发展，初衷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也是院团，就是我们2个院团之间的这种情感，这个君安来说一下，好吗？好的，好的。因为我觉得在南京所有的一切，还真的感觉是在延续我老师尹桂芳和祖水昭老师他们这份姐妹情。我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祖水昭老师是我们芳华的娘家人他也是我老师尹桂芳舞台上的搭档。芳华越剧团"芳华"2个字，其实就是"芳"代表着我老师的名字尹桂芳，"华"代表着祖水昭老师的别名竹云华。我老师尹桂芳和祖水昭老师，他们呢是在1946年在上海创立了芳华越剧团。在那个时候，他们带领了他们这个剧团，创演了很多很多经典的名剧。之后他们又各自为了播撒越剧的种子，一个去了南京，一个去了福建。从此，他们就在各地把越剧在这样一个很陌生的环境之下开疆拓土，就是在前辈们的努力之下，越剧现在就成为了我们中国第2大剧种。我记得2010年，当南越邀请我去南京参加柳玉传书演出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犹豫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考虑到，我老师和祖水昭老师他们这份情缘，我也觉得这2个院团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情缘，所以我就答应了，我就去了。后来我把族派的唱腔用尹派来唱，后来观众倒也认可了，还一直戏称说我唱的是吮派。所以我觉得冥冥当中，我觉得我跟南京还是非常有缘分的。那么后来我们在南京市宣传部的促成下，我和陶琪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我觉得这些都是感恩于我的老师和祖水昭老师他们的这份姐妹情。我听了很感动啊，谢谢老条。今天说的很好。我们这个其实都是为了弘扬越剧，无论是院团还是工作室，都是一个大越剧的概念。我们都是把流派传承好，把我们的老师的流派传承好。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吧，这个延续姐妹情，其实也是新时代的姐妹情，舞台姐妹情。是的，是的。而且安琪工作室是2朵梅花，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哈。那安琪工作室就是现在打造的越剧是，我知道有一部非常有名，是叫《桃花扇》，是吗？对的。那我们要不就请陶琪讲一讲吧。就是我们这个居然讲。陶琪说吧，陶琪你说。就是我们成立工作室第1部戏就排的这个《桃花扇》，因为《桃花扇》也是这故事发生在南京，我们觉得又是一个名著啊，以前的老先生们也都演过，尹桂芳先生也演过，祖水昭先生也演过，但是后来就没有再搬上舞台，有越剧的版本。所以我们呢，就是我跟娟也商量，我们就觉得在南京，把这个桃花扇来呈现。现在啊，我们现在21世纪来呈现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故事，也是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就把它搬上了。
那桃花扇大概的内容能不能请老师稍微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桃花扇主要是讲一个爱情故事。对，我刚才看到这个聊天窗口有好多听众已经在说，哎，能不能够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播放一下我们两位老师的那个桃花扇？那我现在呢就满足大家的要求，给大家播放一段由二位老师联袂主演，由安琪工作室打造的大型原创粤剧《桃花扇》片段。那我要把我的屏幕共享一下。凄凉是否？凄凉是否？老草绿，若是后定去。相逢与红粉佳人知己在。今宵灯影洒红土，边境围，春光蕙彩眉相侣。脚踏尘峦，花村渡，是小徒当年在酒下扬州。莫道那美眷是花，天上有。此处彼人生于扬州。其实那似曾相遇杜丽娘，君是那不离不弃梦美丽。眉黛庭上三生路，
为谁与你并肩走东关共苦，走到头。迷离灯火似沉醉，吹送人生二更后，东湖的银台烟收。匆匆经上相许头。哇，这真是一段非常大气唯美、情真意切的表演，好像似乎就让人一下子就走进了发生在秦淮河畔这段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那像这么优美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向世界展示它的文化魅力呢？我想请教一下二位老师，对怎么样让粤韵之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对此有什么建议和计划？要不我先讲。我和美国曼荷莲女子文理学院，从2013年到至今，已经有整整7、8年了吧。曼荷莲文理学院有位教授，他的名字叫王莹，他是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他呢，在2012年开设了一门中国戏曲课，它主要是以粤剧为主的中国戏曲课。然后在他们的大学里呢，吸引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他们对这门课呢非常的感兴趣。他们在那个学期呢，他们肯定会阅读至少有5部的中国经典名著，其中有《西厢记》、《牡丹亭》、柳毅传书，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特别是《牡丹亭》、柳毅传书，他们还有我的视频可看。所以每一年王莹教授请我去讲课的时候呢，其实所有的学生基本上都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所以看到我去，他们就特别的开心。很多学生呢问的问题都是问我，就是说跨性别的这些问题，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女子，怎么能够在舞台上演绎一位男子呢？他们就是所有的大学生对这个话题就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每次去讲课呢，就是觉得都挺有意思的每一次去我也会复习准备好长时间。其实对我来讲呢，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2018年，王莹教授邀请我和陶琪，我们去曼荷莲女子大学进行了一次文化交流，然后我们在他们学院又演出了一场折子戏。那天晚上真是挺震撼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主持人和串联词的人，包括舞台上搬道具的，
都是有王莹教授的学生来参与，所以学生们那种热情，对我们中国戏曲的热爱，真的让我和陶琪都非常的感动。那个大学里面的剧院吧，其实大概就是300个人左右吧。那晚整个剧场都坐满了，反响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总觉得从这些年的交流，文化交流啊，讲课啊，给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们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其实，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只要把英文的翻译翻好了，我觉得我们我们的舞台戏曲城市的一些表演，还有音乐啊、唱腔啊，是完完全全可以被西方的观众所接受和欣赏的。陶琪讲讲。谢谢君安老师。那陶琪老师，你有什么建议？我觉得君安说的很好啊，他从自己的亲身的这个体会，就是去传播这个中国文化，走出去，亲身的感受和体会和做法，已经给大家说的很好了。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们就是多一点这样的机会啊，我们走出去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其实真的是艺术不分国界。观众是能够，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戏曲，它的这种特殊的这种美学和韵味是真的是有着深厚的底蕴的。这种城市啊，这种虚拟的表演啊，是其他就是不一样的艺术的呈现吧。所以我觉得共同努力吧，多多把这种传统文化走出去，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好活的精神。谢谢陶老师，谢谢君安老师。那我知道2位老师就是不仅像刚才你们2个说的，能够在把戏曲文化呢传播到校园，2位老师对海外的一些社团也是非常支持的。那谈到粤剧的海外传播呢，我想说一下，露娜团长创办的这个多伦多粤剧团，是承载和表达了海外戏曲人对粤剧文化的深情眷恋和不懈的坚守。那我想请露娜团长介绍一下多伦多粤剧团吧。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跟大家相遇。露娜团长，你要自己先不能静音。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能够跟大家相聚在线上。首先呢，我要代表多伦多粤剧团和广大的海内外的戏迷朋友感谢南京安琪工作室给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与名家见面的机会。我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多伦多粤剧团。多伦多粤剧团成立于2017年，是经加拿大联邦政府非营利性的艺术团体。当时建立这个团的初衷呢，是给海外的戏曲，特别是粤剧爱好者建立一个欢聚一堂的平台，同时也可以将优秀的中国的传统的粤剧艺术在海外进行推广和宣传。这个过程呢，是经历了风风雨雨，也实属不易。但是呢，凭借着我们这些戏迷也好，票友也好，我们的一腔对粤剧的热爱，一帮兴趣爱好相同的这些朋友聚在一起，一群无私奉献的专业的老师们和义工们，这样呢，我们多伦多粤剧团就即将迎来5周年的生日了。恭喜露娜团长啊！你们的多伦多粤剧团都快要5周年了。那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接下来在粤剧经典的海外传播上有什么计划呢？目前呢，我们全团上下正在积极的准备我们5周年的一个庆祝的活动。
会给多伦多本地的戏迷朋友们奉献上几出专场的演出。那么我们的演出目前也得到了许多粤剧专家、粤剧名家的关注和支持。那么在此呢，我也希望所有的戏迷朋友继续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多伦多粤剧团。谢谢大家。谢谢罗娜团长。那罗娜团长，王君安老师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曲目有哪一些呢？王君安老师的剧目应该部部都很经典，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的一出《宋红传奇》，他主演的，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也非常着迷他在这个剧中的人物宋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王君安老师的经典曲目《宋红传奇》的片段。难阻挡，唐山时期，张男女都是王家奴，农家后人种稻粮，遇多少八方父母闭门望。有多少骨肉离散，垂头暗藏，破了千家共一家，那万语国泰年丰民心思迷茫茫，恭祝你唐氏伯伯明日苦与何必？暖身不准才沙场，恭祝你唐氏伯伯明日苦与何
比？无言的从征汉家宝，公主你倘若不过明贼苦，与后比颠沛流离走离四方，公主你倘若不过明贼苦。想当年的91生，误了前程为老张，未曾18，非夫也要长，要挂远程当。我真是不得不说，王老师的扮相真是非常俊美，而且声音很饱满。这样大气的演绎呢，一下子就让这位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伟岸男儿形象更真实的站在我们面前。那我本人也是一个粤剧爱好者，但是我对粤剧的欣赏呢，只是停留在一个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想请问下二位老师，对于我们这些热爱粤剧的非专业人士来说，应该怎样学习粤剧和欣赏粤剧呢？哪位老师先指点？先说，我说好，谢谢。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这么认为，我觉得非专业人士，热爱粤剧的人，要如何来学粤剧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听、多看、多了解各个流派的特点，然后选择适合自己嗓音的条件来学习。陶琪，您说呢？说的很好，我自己也写了2个，我说多听多看，我也这样写的，我多听多看，也可能就是真的就是要喜欢，首先啊，还有就是根据自己嗓音，刚刚居然讲，就根据自己嗓音选择怎样的流派，然后多唱还是要多唱，然后再一些训练，基本的训练还是要。就是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啊，声音的训练啊，这个也需要。所以说还是要多听多看，然后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多练、多练习身段呀，还有我们的发音呀。谢谢谢谢。那我们就我刚才老师们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建议，要多听多看多唱多练。8个字，那我们就带着刚才老师给的建议，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陶琪老师的舞台经典形象李香君的片段。
因为也曾经也管自己情浓，不在无名还交通，也曾经念自己的官才呀，一路官才进古人中，也曾经对这青山爱过日，这千年放心过。哪知道梅开有情成我心，情为流水在西风。陶旭老师，您知道吗？刚才在播放这段的时候，这个聊天窗口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字眼是什么吗？美，大家都在说美，太美了。然后我也觉得真的是唱腔优美，然后形象特别唯美，而且传达的感情特别的凄美。所以刚才的唱段也是选自《桃花扇》啊，但是传递的这个情感跟第一段唱段完全不同。所以说，陶琪老师您在塑造同一人物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性格特点的能力真是令人折服。所以我一下子对二位老师的这个流派啊就非常感兴趣，那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二位老师的唱腔特点的部分。所以我想请多伦多乐剧团的团长卢娜团长，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吧，就是二位老师的唱腔特点。两位老师的流派，我相信今天在线上的大家都很清楚。然后两位艺术家也在现场，我觉得还是应该请两位老师各自来介绍一下他们唱腔的特色。卢娜团长，您是不是没有开您的麦呀？是这样。因为两位老师的流派，我相信今天在线上的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就不需要我介绍。然后另外两位老师今天也在线上，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各自介绍自己的这个流派唱腔的特色。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啊。那请居安老师先介绍一下您的影派可以吗？好的。我这边先把一个好，欢迎居安老师，您介绍一下您的影派。好的，影派艺术有越剧皇帝之称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创办。我老师尹桂芳10岁学艺，在他整个艺术生涯中，在舞台上塑造了无数鲜活的
形象，特别是《红楼梦》《西厢记》梁山伯和祝英台、屈原、盘膝所妻等剧目。我老师尹桂芳的唱腔特点是她的咬字清晰，唱腔委婉，柔中有刚。她的韵腔以情带声，善用轻板来刻画情感。老师的唱腔是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唱腔是非常的有亲和力，所以很多粤剧观众就特别喜欢我老师尹桂芳尹派。第一张图片就是老师演绎的屈原，当中这一张是老师演绎信陵君，第二张是我老师的生活照。哇，这尹老师真是太美了。因为很可惜我老师他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的影视作品，所以有的时候听吧，就只能听他的 MP3，但是从老师的剧照里面，你们就可以想象得出，当年老师在舞台上是怎么样的那种形象，所以从照片上你完全可以感受得到。谢谢君安老师，我现在理解了您刚才说的笋派，就是说竹派加尹派，那个字加起来是笋啊。谢谢君安老师。尹的下面是一个口嘛，那就是我的君字，所以我和尹派，我和老师是非常有缘分的啊。这真的是缘分。也今天学到了很多知识。那唐老师，您能介绍一下您的原派吗？可以呀。我的老师袁老师，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我唱原派，我觉得学到现在一直觉得，就是太精深了。他的这个唱腔，包括表演，是非常，从唱腔来说啊，他的旋律呢是非常的淳朴委婉，而且特别的注重节奏的变化，他是以情取胜的。唱法上呢也重视润腔力度的对比，韵味醇厚，表演是特别的细腻，他是特别擅长刻画人物的内心。所以当时我学原派，到老师家去，因为我在南京，我到上海到老师家去，老师一直跟我说，他说你要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来唱，不要一味的模仿，一定要以情带声。这是老师跟我说的最多的话，他说你一定要根据这人物的内心情感来塑造人物的塑造人物为主，然后来以情带声。所以我从老师身上也学到不少，他一直跟我会说他怎样的塑造角色当中那一段唱腔怎样琢磨，怎样把这一段唱腔更像这个人物唱出来的此时此刻的心情唱出来的。所以老师在他的很多的戏当中，他运用了很多的一些板式，就我们后来的人经常用的，但是他当时他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些板式。所以我就在老师身上有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是就是一直在学习之中吧。谢谢唐老师，谢谢唐老师，谢谢君安老师，你们两个一解说这个派啊，我真是就特别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那个年代，然后能够得以机会能够看到二位大师级的人物的表演。好。刚才我们在不管是播放老师们的视频啊，还是我们刚才在讲座的时候，其实那个弹幕里面就不停出现好多的那个问题啊等等，所以今天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想交流。那我还是把这个时间留给在座的各位，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请把它写在那个聊天窗口，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时间给大家。那我要不就先请露娜老师，露娜老师你先提个问题。首先我不是老师啊，两位真正的老师都在线上哈。提醒一下露娜团长，您把那个静音要开一下。首先我说一下，我不是老师，两位老师都在线上 ，OK。然后那个这样我来先提一个问题吧。首先呢，我也要代表那个多伦多粤剧团，感谢王君安老师这一次能够亲临多伦多粤剧团，给我们团员做了这个指导，然后非常感谢。那么我也想请您对于海外社团的未来发展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我觉得这一次来多伦多，对我自己来讲也是来感受一下，就是说在国外，社团是怎么你们怎么来组织的但是当我在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是挺亲切的。我觉得在多伦多粤剧团的这些姐妹们，她们很团结，她们真的是爱粤剧，喜欢粤剧，所以我们这几天相处下来，我真的也是挺感动的。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用专业的眼光来要求他们，其实我觉得还是过了一点。我觉得，毕竟他们是因为喜欢，他们来学习。呃，我觉得我今天也在我们这个联欢会上也讲了，我是觉得要有就是喜欢，如果是单单唱，那么我觉得呃是 OK 的。那如果你是要在舞台上表演，扮起来，在舞台上呈现这么一出折子戏，那我就觉得这个基本功啊、身段，特别是台步，那就要加强了。因为你一上舞台，有一些人，比如说不了解你们的，他们进来看了，你们前面又没讲我们是非专业啊或者是什么，但是有的人并不会一下子看你们不是专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呈现一整台戏或者是一个片段，我觉得还是要在整体的呈现上还是要把关好。我觉得要尽量做的唯美，做得到位，这样让人家来欣赏粤剧的人会觉得哦，你们多伦多粤剧团这水准是非常棒的。我觉得将来呢，如果有可能有条件，那么可以请国内专业的演员比如说应时啊，或怎么样来多伦多指导一下我相信对多伦多呃演员们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谢谢君安老师，我也想请陶器老师给我们说两句，给我们一些鼓励。我觉得我们就是海外社团能够坚守，就是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你们远离这个大陆远离这样的一个氛围，但是你们在那儿坚守着，喜欢着这个戏曲和粤剧，这个已经为你们点赞。那个刚刚既然说了，就如果想更好的发展呢，可能更要沉下心来，然后还是多练习、多唱，然后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因为你们的这种精神，你们成立5年了，这个5年来这个坚守就是不容易，所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谢谢陶器老师，谢谢二位老师的解答。二位老师应该看得见这个聊天窗口这些信息哈。
看得见的啊。可能待会儿可以浏览一下，因为在那个聊天窗口很多很多留言都在，主要内容就是爱死二位老师了，特别想念二位老师。然后还有一个听众他说，昨天希望这个时间快快来，今天希望这个时间能够慢点走。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表达的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大家共同的心声啊。那我也就代表着在座的这些听众来给二位老师提一个请求。想请二位老师能不能够现场给我们清唱一段？我是弱弱的提了这个请求，希望二位老师能够响应我们的。好的，我先唱。谢谢，太感谢了。我就唱4句，盘七所期的一段，第一场。原来是一方玉佩，七把玉佩宽分明，金银光金杀人。上客鸳鸯鸟一张，玲珑剔透月飞腾，快来此文多珍贵，定出名家关怀我唱完了。我相信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把那个在座的听众的那个麦打开的话，肯定是现场就是那种欢呼声啊，我都能感受得到。但是不好意思啊，为了我们的网速，为了我还是要把大家静音。但是居安老师肯定听到了你们的掌声的哈。谢谢居安老师。下面请陶琪老师也给我们清唱几句，谢谢。好的，那我唱个，现在嗓子早上啊，还没开，我唱几句《思乡记》。我来看看几个调啊，纷纷苍天女儿无心，他是从来不曾听。母亲啊，两生的你恩惨不足了，远在遥人，女儿不辞也不曾恰中你，白云覆雨，两丈身为长生许什么为忠心，两丈身为长生许什么心把你，也将是为救他风雨命，为此心也了强我这女儿心。好，太感谢，太好听了，我就代表着大家听众来鼓掌了啊！我刚才真切的感觉到那个，因为我戴着耳机嘛，我就真的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自带共鸣腔、自带音响效果，因为传过来的声音就感觉是在放音响似的啊！谢谢二位老师。那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那个听众，这个机会难得，如果你们有什么对粤剧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把它发在这个聊天的窗口，就是写在聊天窗口这个地方。谢谢主持人，你主持的太好了。谢谢陶老师。谢谢。
然后这边的很多人都在不是提问，都是应该叫评论吧，不是叫提问，大家都在表达自己的感情，因为把他们给静音了，他们那个内心的呼声就是太棒了，老师们唱的太好了，然后一直在这个地方留言说，看看他们还有什么留言说。太好听了，人美声音更美，然后大家说我们都要幸福的快要哭了，都变痴呆症了。然后还有一个听众说，这次是2年以来视频上课、视频会议我听的最积极、听的最努力、最用功的一场了。谢谢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能够一起来到这个视频，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见面，谢谢大家。对，大家还是有点，对，大家还是有机会可以再写上去的这边的这个有聊天窗口。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吧，我就占用一下资源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粤剧啊，就是怎么样？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我代表着有一个我的朋友，他今天没法来参会，他说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跟老师提问一下。他说粤剧应该怎么样来适应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这是他的问题。他这个问题有点大哦，但是是不是能够从哪个方面可以讲谈粤剧？我知道，其实我觉得那个2位老师的安琪工作室排的这种现代的这种粤剧的这种剧目，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样子来适应现代化的现代的这个城市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吧。我来说两句吧。是小剧场吗？还是我来说两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怎样，因为现在的那个观众好，就是人们也好，对审美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因为他见得多，然后各种艺术门类都见得多，所以对于传统戏曲应该说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吧，也是让我们能够来怎么说，来提高自身。首先我觉得也要提高自身啊，就是作为演员来说，提高自身的修养啊，唱念做表啊，这一些基本的这种水平。另外呢，就是综合的呈现也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的舞台，现在舞美啊、灯光啊、音响啊等等吧，就是包括细小的道具、服饰、服装等等，就是融入现在的一些审美元素的话，可能现在的观众会走进，或者是更容易欣赏。这个呢是现在国内的一些院团做的也都非常好，都是也在与时俱进。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好的人才。一个剧种也好，我觉得一部电影也好，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剧本，你还要有好演员。其实很多观众进剧场也好，其实是冲着演员去的。你去看电影，我们一看到这个演员好出名哦，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其实我觉得一定要有好演员，有了好演员，其实真的还是可以拯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拯救一个剧种。对，非常好的建议，谢谢。刚才那个在聊天窗口也有听众说，安琪工作室是不是可以进入一些什么 B 站呐、还有那个什么开抖音啊？这他们说的，希望能够多能够开一些这种，因为现在因为这种疫情的影响嘛，说现在是不是能够在线啊，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一个朋友说，我是一个高龄青年，我非常爱看传统戏。对，谢谢。所以说是那个戏曲的魅力，还是要在于要有很好的角儿，就是冲着演员去的，然后就是因为喜爱这个演员，然后喜爱这个整部剧，然后从而喜爱这个戏曲。谢谢。那我看一下，因为在线的大家都是在表达他们的对2位老师的喜爱。如果说没有一些别的问题的话，那我们的
讲座今天就先到这。那我是非常感谢今天2位粤剧名家王菊元老师、陶琪老师的讲座，也要感谢海外粤剧人露娜团长的共同主持，让我们期待在海内外粤剧人的共同努力下，让悠久的粤剧文化能够彰显独特的魅力，让更多的海内外人士能够热爱粤剧，传唱粤剧。也非常感谢今天中嘉文化艺术基金会搭建的平台，让在线的听众以及线下更多的听众们能够了解到我们粤韵之美。谢谢大家，北京的朋友，北京时间的朋友，请周末愉快，然后北美时间的朋友周六愉快。谢谢，再见。感谢，再见。再见。